多倫多好多屋咧，我都睇過噶啦。3樓嘅閣樓真係唔係好多。今日我水晶姐姐帶你睇一間啦，皇氏非常之特別嘅獨樓。3樓閣樓係可以做書房啦、工作室啦、遊戲室啦，甚至係小朋友嘅秘密基地。地下室咧已經全部裝修好晒㗎啦，有2間房啦，再加廚房，空間好靈活，自住啊、出租都非常之實用嘅。全屋咧更加用超過咗20萬嘅全面翻新，好多細節咧都係專門為呢一間屋量身訂造嘅。實木地板啦，同埋燈光嘅設計啦，廚房超大嘅中央島台啦，每個細節都非常之用心嘅。最重要係前後院 interlock 全部都做晒㗎啦，絕對係拎包入住。如果你想喺 Bathurst 同埋 Highway 7呢度揾一間有特色嘅、有空間感、又裝修好晒嘅呢個獨立屋，呢一間咧一定唔可以錯過。留言俾我水晶姐姐睇房。